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明仔载就是旧历7月初1，也毋过有时阵咱讲人惊人是会惊死人，有时雄逢惊到，有影是会惊一个3魂减1魄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魂魄的魂，读好文魂第5条。古早大语字典解说讲，魂的意思就是勇敢的气，人活命的气，或者是讲咱人的精神、人的精气，咱讲是心魂。人体的精神甲灵气，咱讲是魂魄。一般认为讲咱人有3魂7魄，有时阵惊一个3魂减1魄，就会心魂无调体，戇神。另外，咱人死了后的鬼魂，就是灵魂、阴魂；招死者的魂，就是阴魂、看亡魂，也有招魂。死后搁再活起来，就是回魂；死甲真冤枉的鬼魂，就是冤魂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回魂，后人读做黑魂，意思就是还魂，人死了后搁再活起来。第2个词读做迷魂药，会当讲是麻醉药，嘛会当讲是爱困药啊，互人无意识，唔知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阿明听诈骗集团变神仔的话，甲对方见面，要甲现金交互对方摕去投资，结果互人用迷魂药买一个完全唔知人，刷落来代志拢袂记哩，精神了后，搁戇神，一段时间才回魂，发现身躯的钱财拢已经无去，后悔已经伤过迟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魂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